260萬，唔係同你講緊樓價，係同你講緊1年嘅租金啊！呢度咧就係尖沙咀彌敦道嘅魅力啦。呢個鋪位位處彌敦道嘅核心，鄰近咧海防道同埋國際廣場，每日嘅遊客咧真係川流不息㗎。咁佢喺咁龐大嘅天然流量之下咧，佢嘅租金咧自然就有保障啦。而家佢嘅回報咧穩守呢個4厘率，你知道嗎？喺尖沙咀呢個鑽石地段咧，如果有咁高嘅回報咧，真係買一個少一個㗎，極其罕有㗎。更重要嘅咧，佢未來嘅潛力咧仲未完全反映喎。喺後邊嘅漢口道咧，新世界有個大型嘅商場咧就快起好嘅啦。未來嘅人流啊，同埋呢個商業價值咧，只會咧更上一層樓嘅啫。嗱，講到呢個價值咧，靜靜雞話你知啊。嗱，俾個成交參考大家啦。呢隻鋪咧就喺23年嘅年頭咧係成咗1億㗎。咁相比之下咧，我哋個鋪位咧有咁優厚嘅頂級條件咧，先至係賣5680萬咋。咁值博率咧，你話抵唔抵咧？你認為呢個鋪位咧屬唔屬於傳奇收租王？係咩因素決定嘅咧？歡迎喺評論區嗰度咧留言俾我。